日講嘅係 air。Aggressive Anna 有好多空中動作，所以我要練習跳得高、跳得遠，仲喺空中度算題，180、360、540等等。我個偶像 Anna Julia， 第一個女仔做到1260，佢仲係世界冠軍嚟㗎。練習空中動作可以去彈床。我以前練360嘅時候，我去 Super Sport Park 度練習。我用手揸住對鞋嘅叫 Grab， 有好多唔同花款㗎。最後就係 Flip 打空翻，我仲練緊，希望我快啲練到拍俾大家睇啦。拜拜。